不强求。我与你之间各归各路吧。义渠君，太后，义渠君来了。义渠君，坐。义渠君，太后赐座了。本王不想坐。义渠早已归顺大秦，义渠君不可在太后面前再称王。你个阉人，本王面前也有你开口的份儿。木心是秦宫的大监，治宫整饬是他的分内之职，这是宣誓殿，不是交房殿。义渠君，还是遵守礼法，好自为之吧。那你就让他出去。木心，在。这里不用你了，你出去候着吧。是。悔死了！你们还让他背上一个以死谢罪的名声，你们秦人好毒！虎卫触犯秦法，当街杀人，说他幡然悔悟，以死谢罪，比不知悔改、畏罪自尽不好吗？我已经让朝廷送去了钱粮，派人去后续他的家人，该是给足了他面子。面子？人都死了，还要什么面子啊？是他自己寻的短见。论杀人罪，他也是该死的，谁能害他？好，你是太后，你说话句句偏袒秦人，你心里哪还有我们义渠人？无论义渠还是秦人，说的都是个公允。义渠君，一起用事害人害己、伤人劫狱之事，朝廷还没有追究呢。本王不怕追究。你在追究本王之前，先把那2个龌龊的小人给本王抓起来。谁？蒙敖，还有雍瑞。为何抓他们？他们2个是害我虎卫兄弟自尽的罪魁祸首。雍瑞策划3日的期限，蒙敖带兵围困我义渠大营，我要用他们的人头来祭奠我的兄弟。何必那么多周折？是我准许的3日期限，是我要蒙敖领兵包围义渠大营的，你来取我的人头吧。你别逼我！义渠君，你该迷途知返了。义渠君，在这大殿上，你一直叫我义渠君，在你的心里，从来没有把我当成是你的男人，你从来没打算让我染指江山社稷。你我是宣誓殿外的夫妻，宣誓殿内的君臣，江山社稷，自然不可任人随意染指。胡伟说的没错，你这个女人，身子跟了我，心却跟着秦人。我能给你的，我都给你了。好，你若无心，我不强求。我与你之间各归各路吧。义渠君，你想怎样？你是我的女人，我不会对你怎样。但这大秦天下，是我帮你打下来的。
帮你打天下，我也能毁了这个天下。袍子缝制好了，等哪日义渠君来了，再给他吧。收起来吧，不知道他还会不会来。母后，太后，先生今日夸奖公子福了。夸奖福儿什么？先生夸福儿明勉虔诚。福儿是如何对答的？福儿对先生说：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”福儿答得好。可是，香儿姑姑说，王兄像我这么大的时候，比我更能干。父王常让他看策论，还让他到四王馆去听策士们辩论。若是你们的父王还在，也会让你看策论的。可我从没见过父王。母亲是在梦中与父王相会，才有了我。那，福儿，你想见父亲吗？想啊，下次福儿做梦，让父王看看我好不好？过2日，福儿就10岁了。真快啊！我的福儿都快10岁了。太后，有事吗？义渠君派人传来口信，说后日就是公子福的生辰，义渠君有几匹好马要送给公子，并请太后带上小公子去骑马。母后，我要跟你去骑马。母后，我们去骑马吧。母后，我要去骑马。母后，你就让我去吧，我要去骑马。母后，你就让我去吧。好。来，上马。小心啊！哎，好嘞。福儿，抓紧缰绳。记住了啊，这马可是很聪明的，专欺负怕它的人。如果掉下来，千万不可以哭啊，要不然他会看不起你的。知道了。去吧。驾！快点！驾！快点走！驾！别扶我！驾！我以为你不会来了。我开始曾不想来的，可你还是来了。福儿10岁了，我想让他见见亲生父亲。坐吧，咱俩喝一杯。下去吧。义渠君，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吗？你穿着一件大红披风，一路自乱军中冲出，我想拦你，你却用石子打了我好几下。当时我在想，怎么会有这么刁蛮凶悍的女人呢？当日我想着，你们杀了黄歇，我也不活了。没想到，我还是活了下来。那时你为了黄歇，一心要杀我。可是到如今，
你还没杀掉我。我不仅没有杀了你，还做了你的女人。长生天在上，有些事情我们自己做不了主。可我想自己做主。我真想叫时光倒流，我想让你我仍像从前一样，心无芥蒂，和好如初。野马君，一家人在一起不好吗？我和你跟福儿是一家，但与那嬴稷不是。福儿是我的孩儿，继儿也是，你能叫我如何？你太贪心了，明明不可兼得，却样样都想有，永不知足。世上母亲对自己孩儿全都一样，十指连心，不分彼此。夫君就能分出彼此不同是吗？我不如那嬴稷的父亲。这不是你的真心话。那你就带上福儿跟我一起走。从今往后，他姓翟，不姓嬴。你知道，这不可能。大王说了，看他手势，只要他把酒碗往地上一扔，咱们就冲下去。记住了，掳走太后和公子，其他人一律格杀勿论。